三甲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，咱要对第10节到13节。好啊，本伫109页的所在，其他的页数请大家看银幕。路加福音第6章16章第10节。伫至小可的事真重要，伫大个也真重。伫至小可的事不义个，伫大个也不义。伫不义的钱财，恁若无尽忠，之罪要用真个托重恁；搁伫属别人的恁，若无尽忠，之罪会用属恁个互恁啊。一个奴仆袂话服侍两个主人，因为伊会怨恨即个，疼迄个。也是会对当即个，看轻迄个。恁袂为服侍上帝，煞服侍钱财。以上圣经读者，即时要请陈碧珠牧师来讲道，伊所要讲的是圣经经济学。圣经经济学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完题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持阮组织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。也感谢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，互阮过去一年2022年会当安尼来经过。今日阮又要来召开今年定期的好会，愿上帝你也通过阮伫遮一侪的行动，会当来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会当来应跟上帝你的证人。迄就我的感谢，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嘉根福音中心。咱伫嘉南教会旧年来开拓，伫2月初5开设，到即礼拜拄好要满1年，已经要渡祭。感谢上帝，经过1年的中间，咱的教会真侪兄弟姊妹来去支援，来统计差不多将近要200个，咱嘉南教会会友来去到伫龙安街181号的所在，伫遐来支援。对，逐礼拜下晡4点，伫遐来聚会，伫遐来服侍。嘉根福音中心嘛，伫对4月开始，有遮个小组，有遮个小组来进行，然后对6月有查金，对8月开始有来招募遮个开拓的当工，到9月初9，总共有25名，遮个兄弟姊妹志愿要伫嘉根福音中心来做开拓的当工，至少有2档的时间，咱感谢上帝，互嘉根会当真顺利，来设立。也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的支援甲支持，愿上帝纪念咱的付出甲咱的所做。总是伫遮个顺利过程中间，嘛有拄着真危险的事、真危机的事，就是伫5月时阵有收到通知，讲咱做迄间厝有违建，人来检举，所以6月30号就来拆，甲冻到超2个月以后，8月30，真正来拆，就对礼拜堂的讲台，迄个所在挖一大坑，甲厝顶挖一大坑，然后后壁嘛挖2坑，所以迄个所在，变伫迄个所在，无法度，正常来聚会，总是即个厝主伊也伫10天以来甲伊复原，所以咱伫即个相片的即个右下角，咱看见讲，厝主尾也甲咱迄个坑要低点，但是让咱做一个讲台，咱本来无拍算要做讲台。伊甲咱搭一个讲台伫迄个所在，互咱当继续伫遐来聚会。总是经过安尼，伫小会中间，嘛有来讨论讲，即个所在是毋是有适合，继续伫遐来做，来做礼拜。因为来检举的毋是厝边，是即个厝主的亲情，所以有遮个纠纷的问题。所以阮也开始对9月开始，就传小组来去找其他会当适当聚会的所在。有来看土地，好看大楼，嘛看这个徛家办公厅，尾啊也有通过大家努力，才看要几啊位的所在，来看一位所在是伫即个爱买对面中山路1058号的5楼，楼骹是迄个河丘场的所在，就是瓦郡武林高中，即个计划对2000几万开始一直甲伊发到尾啊，即个厝主愿意用1130万来买。包括伊内底有26平的登记，会当使用的有73平，然后佮加上遮个代书规费，甲遮个装潢设备，总共加起来是1360万，1360万。
总是对一个打开始的福音中心来讲，吼，实在气力也无够，我都来支付这条遮大条的费用。所以咱的高雄教会小会，吼，嘛有真支持。好，这是这个详细内底这个组合的照片，好，组合的照片，好，在空间大概礼拜堂咱使用40平，好，有教室，好，这个交易的所在新店，好，甲新进甲厨房，好，以及这便所等等，好，这个空间拄啊好会当来使用。咱的教会，好，有来支持伫加根，好，要用800万来补助，总是加根由原爱来负担将近超500万。所以对过来加根就是要来新大合作社来贷款，然后要过来发起这个天国房屋的认线，好，就是用200块的砖啊，一块砖啊是1万块，好，看咱兄弟姊妹欢喜来领几块，好，咱搁加上这个小额也是定额的认线，好，以及咱对总会、北大甚至中会，会当来找到这个补助等等的，拄啊好，好，会当来买这栋。不是这栋啦，好，这间好礼拜堂，好，会当来做加根伫遐聚会所在，好，当然会当规栋来买嘛真好，好，总是肯伫基队中间，咱今日和会也需要咱大家来关心甲支持，搁较期待，好，伫加根开拓，好，的目标是要伫2015年会当来成做一个独立的堂会，好，互咱伫长老教会满150年，以及咱迦南教会满50岁的时阵。咱会当有一个真好的礼物，满满的祭来献给上帝。今日咱要用这个圣经的经济学，好，咱知影对两三年前，好，台湾就一直在话讲台湾经济哪来哪歹，好，哪来哪无好，好，一直都毋捌咧听过讲咱经济好转的消息。总是伫圣经的中间有真好的教导、甲原则，帮助咱会当伫经济顶头来找到一个愿甲看见。我相信对咱个人、到咱的家庭、到咱的公司，甚至咱的国家，拢会当来符合伫这个圣经的原则。所以总共有7条，7个原则会当帮助咱。头一个原则就是咱爱有收入，爱认真的工作，认真的工作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，安尼来讲，是阮听见恁中间有人所行无法度，拢无做工，干那做份外的事。亲像即号人，阮踮伫主耶稣基督面前因，搁劝因着掂真做工，家己趁食。伫现在这种译本中间，互咱看见讲，这个人规工游手好闲，无代志做，总是因的代志就是伫遐来，来洗扫别人，伫迄个所在，来管别人的隐仔事。有真侪人就想讲阮信上帝以后，上帝赐我食，赐我穿，所以我就毋免出去食头路，毋免出去趁钱。总是咱看圣经中间每一个人，伊拢有一个职业，拢有一份的工课，包括主耶稣，伊嘛有工课，耶稣伊嘛爱食头路，耶稣嘛爱食头路。甲你隔壁你姊妹讲，耶稣嘛有食头路。这是上帝对人的旨意，对人的旨意。只有咱受主来接去迄天救赎，受得着救迄天，咱才毋免食头路。总是伫上帝旨意中间，咱爱找到一份头路，爱认真来工作。我有一个小弟，一个小妹，我的小妹伊真后读册，考掉这个台大国贸系。我的小弟嘛真后，总是伊是读这个师大美术系。你感觉倒一个较后趁钱？台大国贸比较会赚钱，还是师大美术？总是阮小弟伊毋知要食啥物头路，所以伊就爱画图，伊就成立一个工作室，伊就来号一个英语的名叫 Stereo。我问讲这 Stereo 是啥物意思？伊就讲叫做认真工作室，就是我就认真的，不管要趁啥物钱，我就认真来做。结果呢，经过10年以后，阮小弟这个工作室。已经毋是真做一个工作室，已经真做一个连锁的公司，专门咧卖青少年的衫、裤、帽啊，啥物拢有。搁卖伫伫即个忠孝东路的所在，开2间店。伫Tokyo，伫上海拢有开店。所以真够做生意，嘛买了几间厝。讲结果阮小妹，互阮小弟来请，这台大国贸系，这个美术系请去做伊的员工。总是互咱看去讲，当一个人伊愿意认真工作的时阵，的确就会得到真好的收入，真好的收入。所以工作是所有经济的基础，工作是所有经济的基础。咱的政府若要把经济创好，
吼，真正爱顾着大家的头路甲膝头，毋通互人无工作、无膝头，安尼台湾的经济就袂当好起来。第二项的原则就是爱开销的计划，咱要安怎来支出？咱有收入嘛爱知影安怎来支出？支出需要合适无？好，即个讲开支也毋简单，好，开支讲需要来上课。箴言21章第50，好，安尼甲咱讲，温困计的得着重新得到所生的，会递到欠缺。好，中文咱做回来读一解。计划周详的人富足，行为冲动的人贫苦。等咱咧开钱，其实咱也需要先计划。有的人是真感性啊，伊感觉啊，我就欢喜开，我就尽量开，好，啊若无开甲无，啊就煞安尼。总是咱要开销，咱需要做预算。这预算包括记录你的过去，好，你用的钱用到倒位去，你爱去找出来，然后你爱规划你的将来。所以，伫咱的教会有真好的传统，就是来召开好会，互咱知影过去一年咱的钱、教会钱用到倒位去，然后新的钱、咱的钱要怎来使用，咱的囡仔、细囝会像伫教会这个环境来成长，真容易成功，吼，真容易来做真好的开销，吼，用钱袂黑白来，这是第二个原则。第三个原则就是爱固定的投资、长远的投资，就是讲咱要安怎来欠钱。你要趁钱，你要该开钱，你嘛知影安怎样来欠钱。箴言13章的第1节，11节，好，我们用华语一起来读一次：不劳而获的财物，勤劳累积的财富，日日增加。那毋是对着无来得到的钱会消无，流汗来积聚的，免拿加添。你的钱是流汗来，也是空空得到的。有人讲，咱的顶一代是有偌济就安怎欠偌济，有人讲到这代咧有偌济就开偌济，后一代要安怎？好，先开始讲开偌济，然后欠偌济，所以讲啥？在台高筑，好，举债过日子，好，这是真唔好的代志。所以咱的国家好一直在发这个消费券，好，也是讲日本即马咧印这个钞票。都是咧将这个债，吼，留互以后子孙来还。总是咱若无即个固定的眼光，吼，咱毋知影讲咱的钱要欠过对去，要做好的投资。所以咱的教会有真好的即个储蓄互助社，互助社来帮助咱，吼，来要求咱来欠钱，吼，这是一个真正确的事。第四个原则就是咱爱来享受，你晓趁钱，你晓开钱，你晓欠钱，但是你有这个心情去享受你所有的无？真侪人真晓趁，真晓欠，但是伊过了无快乐，吼，逐工就咧掠钱，吼，像郭台铭到60几岁，伊早就当退休啊，伊趁的就到伊一世人啊，但是为什么无爱阁退休？退休阁出来，就是因为伊袂当满足，伊感觉要需要，好，不管这个需要是为着什么人。总是希伯来书13章的第50，安尼甲咱讲，咱做来读一解。不要贪慕钱财，因为这句话，好，咱讲咱莫贪心，好，爱满足。为什么袂当满足？好，因为咱唔知影上帝甲咱讲过。好，再来念。因为上帝说过，我永不离开你，我决断袂放弃你，决断袂离开你。去年迄个玫瑰节在水里时阵，伊就见证，讲伊较早是一个无安全感的人，伊大概出门就爱提包对几啊千几啊万，伊才敢出门。总是到伊信耶稣以后，伊就上帝诚做伊的瓦壳，所以伊毋是靠是靠，所以伊就算皮包剩100块，伊嘛敢一个人坐车坐到台北去佚佗一天，才可转来。伊感觉真平安、真喜乐、真自在，所以真正安全感，毋是对你的这个裤底有偌侪钱，安全感是你的上帝是毋是有踮伫你的心内底？所以真正的快乐不在拥有，而在什么呢？享有。真正的平安甲喜乐，毋是你有偌侪，是你会当享受的有偌侪。有的人洗面乳、洗美啉，但是伊生活过了无欢喜。但是有的人洗这个拖拉骨，伊完
过了真快乐、真舒适，也当来享受伊所拥有的，这就是知足，有上帝诚做瓦靠。第五个原则就是咱爱聪明来准则，聪明的节制。当咱在享受的时阵，无拄嘛有人要甲咱，互咱来试探，甲咱来引诱。所以伫5年前，台湾真流行诈骗集团，真够骗，就是来专门在骗人的钱，因为人的贪心，也是人的愚公无知，所以来骗人的钱。但是这些诈骗集团，因都是都想要来紧来得到钱，快速来发财。其实箴言28章20节，安尼甲咱讲，信实的人要得到侪福气，想要紧发财，袂免得受刑罚。诚实的人，才当有福气、幸福。想要快速发财，最后他走到哪里去？走到刑罚的路上。人要发财，什么上紧？买乐透上紧。但是你知影买乐透的中奖的几率有偌悬？你若要中头奖，几率人去算2200万分之一。全台湾一个人都买一张，有人会中无？也无一定，因为要有100人无。100万人无人买，全台湾一人买一张，可能才一个会当对，总是爱开偌侪钱才会当对，平均的几率，你才爱开11亿才会当对一届头奖，而且那一期的头奖不保证超过11亿，可能只有1亿多，你等到个了就多，换算投资报酬率，每一期是负56%，你若开100块，你就赔了56块，平均算下来，每一年你的投资报酬率是负99.99999，35个9，后面还有83，这是数学系的人去甲算出来。意思是讲，你若想要用你的钱投资我来买乐透，然后我会当来赚钱，你有这个想法，还是早一点打消这样的念头。但是要不要买乐透？如果你的名义是我要来做公益，你还是可以买我可以来关心这些弱势团体。但是呢，其实你有更好的可以去帮助1919食物银行急难救助那些更有效更好。但是咱还要知影避免这个引诱甲这个陷阱。有的一世人钱拢落伫这个所在，而且根据调查，这个乐透头奖的得主，这个奖金会当开偌久？一世人吗？无，平均3到7年就拢用了，3年到7年，你也当用10担算你熬。但是呢，7年以后，等到个负债欠钱去扫涂骹，真侪拢是这种的。不是讲大家拢是，但是这快速得到的金钱，对你来讲不是上帝的祝福，有时候是魔鬼的咒诅。但是你中奖之后呢，记得要告诉牧师，牧师会替你祷告祝福，告诉你这些钱该怎么样奉献，那是更聪明的投资。就是咱要讲的第6个原则，尊荣的奉献，咱的奉献爱来因跟上帝，奉献爱当来因跟上帝。一个人高趁钱、高欠钱、高真高来享受。总是无个上好的代志，无比这更较赞的，就是来献给上帝。阿门吗？阿门。你要开钱上好的，比这个无比这更较赞的，就是来献给上帝。箴言的第3章第90，咱做伙来讲来念。表示对他的尊崇。你这样做，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。新酒盈溢，储藏不下，用你的财米，甲你的起头实的土产来尊敬耶和华。咱为什么要伫逐礼拜周报，将咱的奉献的名刊伫周报顶头？除了互咱知影讲咱有这奉献这钱以外，这周报嘛是一个上好来因跟上帝，就是尽我的气力，尽我的能力来表达我对上帝的尊严。对上帝的尊敬甲因跟，所以当咱每一届奉献时阵，你当蒙你的心来问讲：我安尼的奉献，上帝会得到因跟无？迄个因跟毋是对迄个数字顶头，是200块，还是2000，还是2万、20万？毋是，是毋是你有这个心要来因跟上帝？一个寡妇剩2块的小钱，2仙的钱，
游玩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因为伊互上帝得到恩根。所以咱来当尽咱的所有，咱就当来恩根上帝。所以当咱来奉献时阵，咱来知影有两项事：上帝唔惊你有钱，上帝惊你互钱来拥有。上帝不怕你拥有钱，只怕你被钱怎样拥有占有。你有钱就无爱上帝。第二，你来当伫什么所在恩根上帝，上帝就伫什么所在来祝福你。阿伯拉罕伫伯特利的所在，伫遐来起这段恩根上帝。所以尾啊，伊伫伯特利的所在，上帝就祝福伊，互伊看到即个楼梯对天顶有天使起入甲落来。咱来当伫咱的金钱顶头来恩根上帝，上帝就伫金钱顶头来祝福你。咱来当伫咱的厝体内底，伫遐有家庭的祭坛来恩根上帝，上帝就伫咱家庭的中间来祝福你。阿门。所以咱来合适咱的奉献，爱来恩根的上帝。甲你隔壁的兄弟讲，咱的奉献爱恩根上帝。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咱每一个人拢爱诚做互人的人，互人的比甲人体的安怎较有福气，这是真正，这是真正。咱的互人爱慷慨，爱有慷慨的给予。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第60，安尼甲人讲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这句话是真的。每一个人应该照着自己的心愿来捐助，不犹豫，不勉强，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。大人叫伊心内所有定到的，无得烦恼，无得勉强，因为欢喜提出的，上帝疼伊。你要互人时阵，你是唔甘愿，还是真欢喜？你若甘愿互人时阵，上帝疼你；当你欢喜帮助别人的时阵，检采毋是奉献，检采无牵伫周报，检采无别人知影，但是你欢喜提出来，照你的心愿，照你的感动，上帝疼你。第8节安尼讲，咱做来读，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，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。还能够在各样慈善的事上出力。等阮去年徛这个1919环台的时阵，有一个头家，他在卖旅行用品，伊是一个真教会给予的一个模范。随梦伊拄无信主，参加这个1919环台的时阵，伊开始来祈祷，开始会参加礼拜甲聚会。但伊做队长，伊就尾啊，伊中间就已经摕出来足侪钱出来，伊就尾啊，伊用200万来买伊迄台卡达车来送互即个救助协会。今年伊毋是做队长，总是游玩，阁用100万来买伊起来迄台卡达车，来管出来。伊是一个真教互人的。当咱讲即200万会当去换一张车咧，即100万会当去买一间厝的即个头款啊，等啥物的。但是伊真做一个慷慨的人，欢喜互人的人。伫美国富比士杂志，安尼来报讲，全世界上好业超过300亿美金的台票，差不多9000亿，要快要1兆。这有钱人100个中间，75个是犹太人。请问犹太人占全世界偌侪人？其实不到1%。100个中间无一定是一个是犹太人。总是犹太人，因为什么咱遮尔有新旧，遮尔个折熬？因为这本册中间做调查，犹太人为什么有钱？伊讲几千年来，犹太人教伊的囡仔，你当来听看卖啊！你有安尼教你的囝无？但安尼伊的囝讲囝，你若以后有新旧有才调，你若好业以后，你爱做一个慈善家。你爱做一个慈善家，去帮助遮善请的人，遮会送香的人，帮助伊早一日来离开送香。毋知你捌安尼教过你的囝？犹太人因为安尼传统，安尼教导，当然无完全是安尼尔，因阁有真多，包括奉献，上帝祝福因。所以对个人来看，咱的一生，咱的新的一年，咱要追求真多事，咱的一世人拢咧追求真多。总是咱的心追求上帝国，咱的身份，咱毋是做头家，咱毋是做主人，咱是做管家。所以今日的圣经站讲一个人，伊伫小块的事中心，
就代表讲伊有诚实老实的品格，然后也来处理金钱，代表伊有这个理财的能力。尾啊，伊若是会当将别人互伊的物件会当管理的好，就代表伊有管理的智慧。最后这集咱做伙来读。没有仆人能够伺候2个主人，他要不是厌恶这个，喜爱那个，就是看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，又做新财的奴隶。这是咱人生的态度。期待咱在新的一年中间，咱都有当来得到福气，有上帝祝福，互咱的福气的杯会当满出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先来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话语中间有教导阮安怎互阮的经济会当哪来哪好。不管是阮个人、家庭、公司、社会，甚至阮的国家，拢需要有上帝你的话来帮助阮。主啊，也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会当来好好把握阮目前所拥有的工作甲收入，会当知影安怎样来欠钱投资，甲安怎样来开钱。互阮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这时阵我们要同心用主力，甲是阮主的祈祷文，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